好，hello，我係 Ryan。好，咁就繼續3.1，linear simultaneous equations。好，咁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咧，咁就應該初中學過噶啦。咁都係嗰句，你覺得啲嘢淺嘅，咁可以唔睇呢條片，睇其他片。我覺得需要溫嘅，咁可以睇一睇呢條片。好，linear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咧講咩咧？就係話有兩條 equations 就係講好一條叫let's say 即係 x 加3y等於11。好，一條式，然後咧4x 減5y 等於10，兩條式。好，咁樣兩條式咧都有x 有y，咁我哋要揾計solve 咗呢兩條 equation， 揾x y 係乜嘢咁咧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咧有3個方法去 solve 嘅。第一個方法就係 substitution， 第二個係 elimination。至於第三個咧係我哋叫 graphical method。咁呢個我會喺之後嗰啲片再講嘅。而家就呢條片 focus 落substitution 同埋 elimination 先。好，點樣去做 substitution？ 點樣去做 elimination 咧？好睇 example 就我用 example 講解就最straightforward 噶啦。好，例如 example 1。好 ，example 1，有兩條式。好，咁咧呢個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咧，你可以用substitution 去計又得，用 elimination 計又得，都會出一樣嘅答案嘅。咁我兩個都會示範俾你睇啦。好 ，substitution 先啦。如果用 substitution 點計咧？好，我首先咧，我會將第二條式嗰個寫做y 係 subject 先，然之後咧，我會 put y 等於3x 減23咧落去另外一條式，即係第一條式嗰度。OK，咁咧。而家第一條式 2x 加3乘我哋唔好叫下 y， 因為我哋咧 let 咗 y 等於let 咗 y 等於 3x 減23，咁所以咧就3乘 3x 減23 ，OK。然後等於8啦。好，我哋見到咧冇晒啲 y 啦，得翻啦 x。咁我哋咧就 solve 咗 x 先，然後再計埋 y。好，跟住點做咧？拆括號啦，3 3歸9。好，跟住23乘3係69。好，然後2x 加 9x 11x， 將個69掉過去，8加69就係77。好，除以11咧，咁咧 x 就等於7啦。好，然之後咧我哋揾咗 x 咧，一定要揾埋 y。好，咁呢度咧第二條式我哋 rearrange 咗咧 ，y 係等於3x 減23。好，咁我哋點樣揾 y 咧？就代 x 等於7落去呢條式嗰度。呢條係第二條式。好 ，y 等於3，x 係7啊嘛，所以3乘7減23，3 7係21。
所以咧21減23-2 y 就係-2啦。OK， 我哋計到7係即係計到 x 係7 y 係-2。好，咁如果係 elimination 係點咧？好，咁咧，我哋咧而家就諗住，我要 eliminate y， 然後去 solve x。OK， 好，你中意嘅可以調翻轉 eliminate x， 然後 solve y。但係我而家做嘅咧就係、想 eliminate y， 然後 solve x。OK， 想懟冧個 y， 然後 solve x。好，咁點樣懟冧個 y 咧？你見到呢個3y， 呢度就negative y。好，如果咧就咁第一條式加第二條式咧，咁呢度2x 加 3x 就係 5x 啦。咁 3y 加負 y 變咗 3y 減 y 就係 2y。咁你 eliminate 唔到喎。咁咧我哋第一條式呢個 3y， 第二條式都要有3y 喺度。好，咁我哋點做咧？第二條式成條式乘3，即係咧 3x y 23， 3嚿嘢都要乘3。好， 3x 乘3就 9x 啦，減 y 乘3就 3y 啦，然後23乘3就69啦。OK， 好，我哋呢個咧，我哋叫佢做第三條式。好，咁然之後咧，如果我哋見3正 3y 加負 3y 就即係等同於 3y 減 3y， 就等於冇晒啲 y 啦。好，我哋咧可以嘗試第一條式加第三條式。點加？咁樣加嘅。2x 加 9x 就係11x， 3y 加負 3y 正負得負，即係 3y 減 3y 就冇晒啲 y 啦。8加69 77。好，11x 就係77，咁大家一齊除以11， x 就係7啦。OK， 咁點樣揾y 咧？我哋咧就 put x 係7呢個數字代翻去第一條式或者第二條式。咁我咧而家就代翻去第二條式啦。好，3乘7減 y 等於23， 21減 y 等於23，咁咧 y 就等於21減23。OK， 咁就係計到x 係7 y 係等於-2啦。咁你發覺咧同頭先 substitution 咧個答案係一樣嘅。咁所以咧 in general 你計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即係linear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咧你用 substitution 同埋 elimination 都會計到同一個答案嘅咁咧主要係睇下幾時用 substitution 好，幾時用 elimination 好嘅啫。好，咁咧我而家如果你問我呢個 example one 用 substitution 好，用 elimination 好邊樣好咧？我答你，可以答你。呢度第二條式記得 3x 減 y。嗱，如果個 y
呢度冇 coefficient 咧，我哋好容易去 make y the subject 啊嘛，好容易寫到呢條式。咁如果好容易去 make y the subject or make x the subject 咧，即係如果你唔明我講咩嘅，即係話如果好容易將一條式寫做x 等於乜乜乜 ，y 等於乜乜乜咁樣，喺呢啲情況下咧，就用 substitution 咧就會容易啲嘅OK， 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咁用 substitution 咧就會方便啲即或者咁講啦，方便用 substitution 去計呢個 linear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咁但係elimination 咧喺呢個情況喺呢一題咧都 OK 好用嘅。咁所以話呢個 case 咧就substitution 就 elimination 都好好用。好，咁咩情況下會有分別咧？咁另一個 example 啦。好 ，example 2， 兩條equations， 然後 solve x and y。咁咧呢個時候theoretically 咧，即係理論上咧，你用 substitution 去 solve 或者 elimination 去 solve 都可以 solve 到個答案，計到個答案嘅，係睇下你中意話用邊個方法嘅啫，或者邊個方法會straightforward 啲方便啲，即係 straightforward 啲方便啲咁樣好，咁呢個 case 咧，其實我一睇我可以話俾你知。elimination 咧係好啲嘅，咁點解咧？因為咧你見到咧啲 x y 兩條 equations， 啲 x y 呢啲咧，全部都有個數字攔住嘅，即係個 coefficient 唔係等於1。咁呢啲咧，如果你rearrange 佢寫咗 x 等於乜乜乜 ，y 等於乜乜乜咧，好似而家咁樣。我哋揀寫第一條式 x 等於乜乜乜咁樣啦。都會寫成一個份數嘅形式嘅。咁份數嘅形式咧，你將呢個 substitute 落去第二條式咧，就會咁樣。好，咁第一步咧，你就會 simplify 咗呢個 bracket 先啦，然後咧再去simplify 成個 equations 不過咧，你見到我或者你同我啦你同我見到呢個咧，好似好咁複雜，我都唔想去expand 呢個 bracket 啦，去 simplify 呢個 equation 啦，因為望落去一睇知道要搞啲好麻煩嘅嘢。OK， 所以咧喺呢個 case 咧我哋就唔想用 substitution 嘅，或者我啦 ，at least 我就唔想用 substitution 去 solve 嘅。咁所以你夾硬要用嘅都 solve 到，不過會麻煩啲咁啦，同埋會容易錯啦。OK， 好，咁咧呢個情況咧呢一題啦，最好就用 elimination 啦。好，咁跟住落嚟我會用 elimination 去計呢條simultaneous equations 啦。好，咁第一我會選擇 eliminate 咗 y， 然後計 x 先，我就懟啦嘛 y 先。OK， 好，咁咧望落去咧。兩條式咧都要乘一個數字 ，OK， 先就可以加減咁樣。好，
睇下，好呢個咧 y 係5y，呢個 y 係2y。好，5同2之間嘅 LCM 係乜嘢咧？最少公倍數。5乘1係5，5乘2係10，平底5乘3係15啦。跟住呢度2乘1係2，跟住4、6、8、10、12、14 etc。咁我見到10 ，OK， 10就係佢哋嘅 LCM。好，咁第一條式5乘幾多係10咧？5乘2 ，OK， 咁所以成條式一齊乘2。即係話咩叫成條式一齊乘2咧？4x 乘2，5y 乘2，4乘2，4乘2係8x 減5乘2係10y 加等於8乘2係4乘2係8 ，sorry。咁呢個叫第三條式啦。好，第二條式2y 乘5係10y，OK，咁所以咧成條式都要乘5。6x 2y 減5，全部一齊乘5。6×5 中30x， 跟住加2y 乘5係10y， 25乘5係125。OK， 呢個叫第四條式。OK， 咁樣你發覺，如果我哋將第三條式同第四條式加埋咧，負10y 加10y， 即係等於10y 減10y。咁就冇晒啲 y 啦，我就正式懟冧咗個 y 啦。好，咁我哋試下做一做啦。第三條式加埋第四條式，30先有稅。8x 加30x 係38x 啦，負10y 加10y 冇晒啲 y， 8加125係133，好，大家一齊除38啦，133除以38係7/2。OK， 咁我計到 x 係7/2啦。好，y 我哋y 點解咧？我哋代 x 等於7/2。代翻落去第一條式或者第二條式。你問我你今次咧第一條或者代落第二條都係差唔多啫咁咯。第一條式咯，我代落去第一條式啦。好 ，simplify 佢啦，4×7咧28，跟住28/2就14啦。好，大家一齊減4，負5y等於4減14就係-10。好 ，y 就等於-10/負5就係2啦。好，我哋計到 x 係7/2，y 係2。OK， 好，咁就玩多條 example 啦。好 ，example 3， 第一條式，第二條式 ，sub x and y。咁首先咧，我睇下，大家要睇下，究竟用 substitution 好啊，定 elimination 好咧？咁樣，我就覺得，呢個 case 咧，嗱，如果係可唔可以？你問我用 substitution 方唔方便咧？你問我會覺得話方便嘅。點解佢？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見到第一條式y 咧個 coefficient 係1，咁即係話我哋好容易咧將 y 寫成
將第一條式 make y the subject 嘅話，就係 y 等於 2x 減1，係一個好簡單嘅 expression。OK， 即係唔會見到咩 2x 減1 over 負4啊 over 負8啊呢啲嚇，咁咧就咁 y 對 2x 減1。咁如果你 substitute 調落去第二條式咧，咁你再 simplify 咧，你就會好方便嘅啦，好簡單嘅啦。咁我覺得咧就第一條呢一題用 substitution 咧係 OK 方便嘅嚇。咁就但頭先嗰題用咗 elimination 啦，咁我呢題用 substitution 去計啦。好，呢個我哋第二條式，我哋代 y 係 2x 減1，好4x 減2去開括弧，我哋唔叫 y， 叫 2x 減1。咁再拆括好，再 simplify。好，一齊加2，負30加2係負28。咁咧負28 over 8咧係負7 over 2嘅，應該係。好，y 係點咧？呢度代 x 等於負7 over 2落呢個 expression， 2乘以負7 over 2減1。好，負8就係咁樣啦。好，咁你另外如果你問我用 elimination 計得唔得啊？冇問題。好，你只要將呢條式第一條式一齊乘2，4x 減 2y 加等於2，然後再兩條式加埋，咁你可以 eliminate y， 然後再計 x 嘅。好，咁都係嗰句啦。你計一計個simultaneous equation 嘅時候，咁你要睇一睇幾時用 substitution 方便啲啊，定係 elimination 方便啲啊？咁樣嚇，然後再去用你想用嘅 method 啊。OK，咁咧就好，大致上係咁多啦。OK， 好，如果 OK 嘅話咧，咁就下一條片繼續啦。感謝。